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9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中国向向禁止就鱼蚵加散肉，咱的政府也强调，中国违法会提起申诉。蔡英文也讲，中国行为对两岸贸易无帮助。美国众议院通过提供台湾5年美金100亿的军事援助法案，安省月底参议通过了后，率落去予拜登签署生效。伊朗的头巾示威抗议已经要3个月，不过初八伊朗政府甲一个示威民众定罪，而且执行死刑。中国是搁再禁止咱的鱿鱼、蚵仔加散肉进口。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这是禁止往来，也搁设卡石斑了后呢，中国又搁再向禁止啊。针对着中国违反国际贸易的做法，会透过管道来申诉，减少这业界损失。总统蔡英文也讲，这中国做法对两岸贸易的正常往来并无任何帮助。中国海关总署早前的网页顶悬，因看到台湾企业申请的水产品拢被标注暂停进口。消署指出，其限内甲其限了后补件有178件无通过审批，其他国家补件最后一期是明年6月，台湾所伫今年8月。农委会认为中国有对台湾设贸易中介记录，正义支持向 WTO 提出特定贸易关切。政府对于相关中国这样子的违反国际贸易的做法，依管道申诉。总统蔡英文初9下晡参加活动也表示，中国做法对两岸正常往来无帮助。那这样的做法对两岸的贸易的正常往来是没有帮助的。政府也会全力的来协助我们渔民，确保渔民朋友的生计跟收入以及权益受到保障。其限内补件业者有105件，拢是水产品。农委会指出，长期鱿鱼、散肉、烟仔鱼、五鱼，其中散肉会加强外销到一项。产值上悬有18.3亿的鱿鱼原本被甲中国做加工，以协助渔民转向美国、越南等地加工。需要的辅导部分，我们都会来协助他们。小中国平均7,000吨产值6.8亿的五鱼也冲击比赛。农委会表示，已经提早兴建，内销已经增加，同时加强外销东南亚，沿冷冻保存。或者是升起来，我们就是会稳定好这个乌仔鱼的这一个价格。消署指出，中国要求台湾的案件用电子邮件方式申请，甲其他国家无同，搁较开时间。7月暗时已经去函中国，到即马无得到回复，不过又会继续努力去问无通过理由。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向禁止台湾的海产，不过今年6月先禁止石斑了后，咱台湾即马是一客无鱼别客钓，政府甲业者拍拼走找国内外市场。6月中到11月底，这石斑外销美国等国家超过1700吨，甚至有2000多公斤的石斑，头一届销到中东地区的以色列。未来也要拍入去这后面的市场。若阵这需求量大个稳定，就可能做一个契约，专门外销，互渔民有稳定的收入。产地买鱼会上俗，民众固定去永安鱼会买石斑。中国专门禁止水产品，不过伫今年6月，石斑都先互人禁卖。农委会甲业者即个特定来外销，6月中到11月底，石斑外销已经超过1700吨。除了美国、日本，也有2000多公斤的石斑卖去以色列、去中东地区起草。应该是我们的新兴市场，大概是中东阿拉伯国家嘛，那像杜拜消费能力也很强，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做一些加工动物厨的包装，然后销到这些国家。看好中东市场消费力强，不过因为当地原来有野生石斑，为台湾外销去中东，冷链的成本加处理费用增加，继续恐惊无赢面。也有去中东参展过，之前我们的样品过去，他们都觉得好吃，但还是在成本上还是要去做一个拿捏。石斑外销是用冷冻鱼片，部分业者对中东的市场是也搁伫看，因为日本市场较近嘛较熟，所以偏向主要销去日本。目前已经签3档的合约，陆续出货3届，续约的可能性真悬。我们连石斑鱼都推动到握寿司，可以在日本4大寿司业、藏寿司的通路，甚至呢这个加工品等等。中国2届禁鱼，互屏东县连续受到打击。县政府强调自立自强，透过分散市场，要将危机化作转机。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众议院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提供台湾5年美金100亿的军事援助法案，也要求国务院甲国防部大声处理台湾买军事武器的请求。这个法案按算后礼拜会送到参议院表决，并这个月月底通过了后，交予美国总统拜登来签署生效。咱的国防部表示感谢。若这条军事援助费用有学者认为讲，考虑到这中国1日到暗伫咧威胁台湾，咱会当甲美国讨论讲，先买这新盾舰以及着刺舰飞弹等等的军事武器。台海情势紧张，美方唔若真重视，搁加卡挺台湾。美国众议院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提供台湾5年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要求国务院甲国防部优先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法案预定后礼拜交参议院表决通过了后，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就有效。We have gotten resources for them to operate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help us both in the counterterrorism fight and global power struggle with some of our competitors. 国防部表达诚挚的感谢，那么相信此举也会有助于国军建军备战，确保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与和平稳定。国防部初9发布中共派4架强舰24台强机交代，若穿过海峡中线，嘛飞过台湾西北甲东南空域，海军战机紧急升空应处。美国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无认为中共2027年也是短期间内会还台，不过美方会强化区域核阻力，确保中共侵台会付出真大的代价。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指出，一旦台海有代志，恐将引起严重的后果。Our goal is to ensure that that is never easy for them to do rapidly or cost-free. What happens in the Taiwan Straits is not somehow isolated there. If there were a challenge, it would have terrible consequences. 针对法案100亿美金军援的学者分析，除了应验中共威胁，也当参考俄乌战争情势踏入台海作战。以这个退役舰优先提供给台湾的话，那或许也可能会是在这个项目里面，因为它就主要是现成的，在这个我们提出，然后1-2年内也许就立刻可以交货。例如说，可能美方的这个已经这个退役，但是它仍然堪用的装备，这个或者是那个弹药等等，那甚至可能包括就是也许使用这个美国的这个关键零件，但是在台湾这个恢复生产线的部分。考虑时间紧迫，可会当快速得到符合国军需要的武器装备。学者认为会当采购新盾舰、刺舰飞弹、多管火箭这的武器弹药，南方原来会当就台海情势的危险，加美方积极争取 AGM-158飞弹，强化空军精准打击的能力。国防部长邱国正进前表示，台美会讨论协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半暝1点外的时阵，伫新北市中和航路地发生枪战，这嫌犯对警察开2枪，警方遂开12枪反击，嫌犯的头壳掉枪送病院抢救。这则案件是因为这嫌犯有感情纠纷，先伫台北上山的人家厝，甲一个失业的查甫人开枪了后，沿路一直走，落尾互警方抓到。行政署长黄明昭也肯定警员大胆开枪压制嫌犯的行为。发现嫌犯行踪大批警力包围，提枪围捕。嫌犯抵抗拒捕，向警察开2枪，警匪爆发枪战。雄雄枪战，警方连开12枪反制，拍到嫌犯的头部，紧急送病院。因犯嫌拒捕，并朝警方开2枪。那专小组成员立即还击，并起获改造手枪3把、子弹11颗、弹壳2个等不法证物。这警匪枪战发生在新北市中和航路地，初到透早点外，台北市远警跨县市追捕，因为嫌犯早伫3点钟进前已经开枪伤人。警方调查51岁姓刘查甫人有帮派背景，甲枪炮伤害前科，不满女朋友甲其他查甫人惊受法，就走去上泉区面提醒两位朋友再来3支枪开枪，拍到姓叶被害者的腿部。一向是肯定我们同仁能够大胆正确的用枪哈。我们对于这个用枪的时机，包括有设置调查小组部分，万一使用警械造成第三人的这相关的补偿部分，已经也设立相关的基准办法。我们现在拟具草案近期就会召开相关的会议。警方用强势火力回击告这互嫌犯，行政署长黄明昭初9也去上山分局慰问，也肯定警察大胆正确用枪。警察局强调，包含明定用枪时机、紧急推动警械使用调查小组定罪法，拢希望第一线同仁必要时阵用枪，应无后果之忧。记者综合报道。
警察出入乌都的私人招待所，这警察大学校长陈德文去向记告处分。这几年常常发生这警察违反规定案件，着监察委员要求警政署着爱彻底检讨。另外，针对着调解由私底下去到北投分局和受刑人见面，监察委员也针对警政署北投分局等单位提出纠正。一直有原定出入私人招待所，引起警局争议。尤其警大校长陈德文5年前捌行大过，也佫牵涉到洗钱案的老麻林炳文陪伴。经过内政部调查，记小过一届。面对经济问题，即马有监委也爱警政署检讨改进。从10几个案件是从北到南，那都有发生说警纪的一些严重的问题，甚至于现在有发生了警纪也在出入到不该出入的一个场所了。警政署他也不否认说对于整个一个警纪的目前是有严重的一个疏失啊。经济风波一直逼。监委指出，亲像2017年新北市海山分局牵涉到伪造线顶立炮的案件，新北市刑台去年伫驻地发现，好亲像枪炮证物藏伫天棚。台北市上山分局去年阁互穿乌衫走入去，乌被破坏。事后关键影像阁互警察删除，种种无适当的行为拍歹警界形象。就连2018年发生北投之乱，代志发生的原因到即马也无度查清楚，这互监委提出纠正，认定有重大违失。加强我们整个驻地的安全的维护啦。那也针对侦查队的出入口，我们有另外做密码锁管制，我们也会加强督导啊。警方照替受刑人说服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经评委调一任，着永光的后生调解友，会当私底下去北投分局见面，引起特权的争议。北投分局是讲已经做改进啦，只是看这几年警纪少年线突出。除了追究涉案员警的责任，安怎加强防范、落实处罚态度机制，这原来是监委关心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的成功岭传出讲，拄入伍的阿兵哥所发生青公司意外，陆军10军团表示，这名姓陈的阿兵哥顶个月才拄入伍尔，这切透早无起床，其他人看到伊已经失去意识，随进行急救，也叫救护车来送病院，落批有关是救无回来，目前也正在调查伊的死亡原因。台中成功岭传出死亡意外，一个23岁姓谭的一男，11月份才入伍，到即马都也未满1个月。线下传出，伊伫初7透早5点外，互同事发现无起床，进一步确认发现失去呼吸心跳。虽然干部关键 CPR， 搁送去病院急救，到尾也是救无回来。他发现他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了急救跟后送的机制，送到明星医院。那这个时间点都没有问题，入院的时间点是6点24分啦。医院判定是入院前就没有生命迹象。10军团表示，陆军步兵101旅的旅部有2营驻地伫成功岭。这个姓谭的一男，就是伫成功岭接受入伍训练，初6迄天也进行正常的操课。这个一男也无出现过样。前一天的上午是实施抽签。那下午是实施伏地挺身跟仰卧起坐的一个训练测验，然后晚上有实施持枪队形的排练，就这样子。那完了结束后就休息。那休息前他也没有反映过有任何身体不适。原定15就要落部队，却伫初7就发生意外。10军团表示，家属并无反映这个一男有健康状况，也是遗传性的疾病。目前已经成立专职小组协助处理，也配合检警的调查，查清楚死亡原因，嘛会检讨相关课程，也加强一男的健康检测，避免发生类似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这个国际新闻，伊朗的头巾示威抗议要到3个月时间。虽然这国际社会大家拢真关心，不过伊朗政府镇压民众的手段是真粗残。车背伊朗的司法部公布一个去放定罪抗议民众，而且也该执行死刑啊。因为总统莱西伫咧大学演讲的时阵也讲，这示威民众就是暴民，这伊朗政府绝对要该处理。
伊朗司法部官方网站公开23岁受贿民众谢卡里的定性过程，证人向法官讲，谢卡里甲共判伫9月2日查某去围堵街路惹代志情形，检方定数伊2大犯刑，分别是公开摕武器杀人，佮用武器攻击民兵组织成员。法官伫11月7日依照伊斯兰律法判处谢卡里死刑，谢卡里提出上诉，不过最高法院最后维持原判。司法部伫7月宣布，谢卡里已经执行假刑。伊朗法师通讯社也报上谢卡里认罪为民，伊面有明显的乌青痕迹，互人怀疑是遭到刑求。伊朗人权团体指控谢卡里伫审讯的过程当中，无法度甲律师联络，伊的亲人也无事先接到谢卡里特别被处决的通报。伊朗20日女性艾米尼因为无挂好头巾，互遭到警察逮捕了后身亡。全国各地为学校到街路160个都市，爆发示威已经连续将近3个月。政府以镇压暴动为理由动员民兵组织逮捕示威的民众，到目前，互伊朗法院判死的示威者有11人。人权团体谴责伊朗政府故意就此协助示威的群众。司法部检察总长蔡世哲表示，会废除道德警察，互人解读是转去外界批评声音联合部罪犯，因确定是伊朗政府将来无放弃强力镇压示威活动。总统莱西切切伫德黑兰大学演讲的时阵，佮高调批评伊朗袂亲像美国甲西方国家共款向国民妥协。صدای واقعی دانشجوی ما صدای ضد استکباری است، ضد امریکایی است. 伊朗处决示威群众的消息开始引起国际效应，拢谴责伊朗违反人道原则，要求停止执行其他示威者的死刑。BBC 分析，伊朗就司法镇压示威的举动是两面刃，协助效果有限，累积民怨恐见引爆更加大规模的示威潮。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讲到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捌对外表示，因为实行高压统治，想袂到才过1年多尔就变款啦。塔利班官员证实讲，因初7头一届公开处决一个杀人犯，而且是由受害者的老爸来甲犯人枪决，现场阁有几100人围咧看。伫咧过当天，也伫咧别个地区公开对20个人实行鞭刑。面对着这款的情形，美国表示，这也代表塔利班当咧退步，用这款方式伫咧侮辱阿富汗民众的尊严甲人权。公开处决的残酷手段，搁在伫阿富汗出现。塔利班七号证实，已经伫西部法拉省一座体育场处死一个男性谋杀犯。这名枪决的是受害者老爸，现场有几200名民众甲10外位高阶官员伫看。这是塔利班夺权1年多了后头一摆公开处决。行刑进程，因特别来公布这个引导，内容是受害者老母强调绝对袂宽恕。地方政府也发公告，号召全民参与体育活动。过1天了后，另外一个所在也来执行公开鞭刑。و امروز در ولایت پروان شما هم شاهد بودید که تقریبا 27 نفر از زن و مرد که 17 نفر مرد بودن و 10 تا زن بودن که بالاشان تعزیرات جاری شده بنابر جرم‌های مختلف。塔利班上台了，表示未实施高压统治，不过过去1年多显示，因所讲的早已经跳票。除了剥夺女性的自由甲受教权，前几礼拜，塔利班最高法院也宣布恢复公开鞭刑，公开来记断骹骨、手骨，也有执行这残酷刑罚。This indicates to us that the Taliban seek a return to their regressive and abusive practices of the 1990s. It was an affront to the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 of all Afghans. 除了美国严厉来批判，联合国也要求塔利班马上停止执行，并且废除死刑，也有面对外界谴责，塔利班这阵并无任何回应。公司新闻是婉玲报道。美国和罗西亚因为乌克兰战争，这关系变较真紧张。不过，这美国同意甲目前关伫美国的罗西亚军火商布特交换美国女子职业篮球名称格林娜，双方约束伫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交换犯人。美国总统拜登感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协助，也强调美国袂有其他让步，美国答应乌克兰的代志也拢袂改变。Do you know where I'm heading to? No. No? No. You fly back home.
美国女子职业篮球明星格林纳坐私人的飞机，总算得到自由，面上显出笑容。两遍为美国得到奥运金牌格林纳，今年2月因为早含有大麻油成分的电子烟，伫莫斯科机场被人逮捕。因为拄好是俄乌开战的时阵，时机敏感，8月去俄罗斯判刑9年。美国经过几落个月谈判，总算达成换犯人的协议。She's safe. She's on a plane. She's on her way home. After months of being unjustly detained in Russia, held under intolerable circumstances, Brittany will soon be back in the arms of her loved ones, and she should have been there all along. That BG and I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work of getting every American home, including Paul, whose family is in our hearts today. 拜登嘛感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协助促成格林纳被释放。不过原本美国向俄罗斯提出以一人换2人的方式，也就是除了格林纳以外，也有予人控告间谍罪名的美国将陆战队员惠兰来交换俄罗斯军火商布特。不过俄罗斯唔答应。国务卿布林肯是讲，这予美国面临选择，是换一个，还是一个都无。也是被释放的军火商布特，伫母囝甲母亲的迎接下到莫斯科。Ну, посреди ночи просто подняли, сказали, собирайся, и все. Никакой особо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е было. Но вы не знали даже, куда вас везут, вам ничего не говорили? Понятно было, что как бы ситуация как складывалась, так что. 名声正歹的布特，向各地带兵的甲罗马国家卖军火，是全球头号通缉犯之一。2005年电影《军火之王》就是以伊的生平所改成的。2008年，伊伫泰国曼谷，互人逮捕的时阵，2年后引渡去美国，因为秘密计划支持恐怖分子加杀害美国人的罪名，互人关押12年。美国换犯人了后，美国也强调。美国甲俄罗斯中间无任何暗盘交易，美国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也未有任何改变。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讲到这南美洲国家秘鲁，这5年外以来政局一直无稳定，因为总统卡斯蒂约去互国会通过弹劾了后，引导规家伙拢互检警单位拘留甲调查，而且副总统接任的时阵，这卡斯蒂约支持者拢伫咧街头发起抗争，落尾是去互警方用催泪ga赶走。秘鲁首都利马的街路那亲像战场，大阵镇暴警察一直发射催泪ga斯，想要赶走抗争的民众。因拢是进前互国会罢免的前总统卡斯蒂约支持者，因为不满右派在野党掌控国会，为去年选后到今年修炼线发动弹劾，认为讲这是党派竞争引起的政治迫害。好笑是由国会推荐代替卡斯蒂约接任总统大位的，就是去年合作胜选的迪娜·博鲁阿尔特。伊除了伫政见期间，阁会甲卡斯蒂约离真远，接任总统大位了后，也搁再声明会阻止卡斯蒂约的任期，一直到2026年未提早大选。外电报道是讲，背后支持博鲁阿尔特的关键力量就是美国。拉丁美洲几个左派路线的政府，拢批评秘鲁反对派是靠外国策动无老会政变，对卡斯蒂约进行政治迫害。Ya es ir con el control de los medios de información que los manejan los oligarcas de los países。墨西哥政府表示，愿意比照2019年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里斯的例，予卡斯蒂约政治庇护。不过，秘鲁检调机关是讲，卡斯蒂约当地期也接受调查，无可能离境去外国。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美国的《纽约时报》有1100个员工，为着要争取合理的工作合约，七八半暝开始咧进行至14点钟的罢工示威。这段时间拢无人做新闻，干那靠国际甲唔是工会员工，向全世界超过900万的订户提供新闻内容，一直到罢工结束为止。
纽约新闻工会甲资方的长时间谈判，七日暗时停落来双方伫调薪幅度、稳固上班政策甲绩效评估系统这问题有无共款的看法。加上原本的工作合约早伫2021年3月就过期，工会就决定为七月透早开始进行24小时的罢工示威。所有新闻路线记者编辑摄影美编，影音平台工作人员全部伫曼哈顿中城总部大楼广场也表示发口号。专门报道国民权利反种族歧视等议题，2019年得到普利兹评论奖的调查记者汉娜琼斯也参加这场纽约员工40年来第一场大罢工。伊个出来发言指出，引伫纽约时报安尼所在也透露，无论是什么职位的员工，拢不应该为生活烦恼。We are here because we love the New York Times and because workers are the heart of the New York Times. We are here because we know the New York Times is nothing without its guild. And every last one of us deserves to earn a livable wage and to receive the benefits that we deserve. 纽时是透过声明表示，协商也未有结果，工会对用这么激烈的行为，让人真失望。为上新的财报来看，纽时的订货数量增加，2022年迄年有估落伫的3亿2千万美金，甲3亿3千万美金之间。工会提出新合约10%的调薪幅度，外加2023甲2024年5.5%的调薪的幅度。资方新约只愿提供5.5%的调薪幅度，未来2年的调幅是3%。The company has money. It's more profitable than it's been in a really long time. We've been here through layoffs, and the company is doing very well now on our work, and the raises they are offering us in the contract are very low, far below inflation, and especially for some of the lower paid employees in the company, it's just not very much to live on in New York City. 另外，24小时罢工期间的新闻版面，今年因靠国际甲非工会员工向全球超过900万订户提供新闻内容，一直到罢工结束。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语。台北市立委补选，这民进党的参选人吴怡农提出这架松山机场刷走变做是公平政见，不过国民党的王宏伟就口说讲，选举进前开支票，这选了应该就无消无息咯。不过吴怡农认为，这立委的责任就是爱争取中央同意，也需要真侪年的时间来讨论，所以上好就是对即马开始。许多的互动上面，或许造成一些朋友们的不愉快跟不舒服。那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不好意思，也请大家多包涵。最近甲媒体交流引起议论，民进党吴怡农先回失的，不过台北市立委补选持续伫看吴怡农提出的松山机场前景话题。国民党王宏伟是口说讲，这是选前开支票，选后好跳票。过去这么多的民进党候选人都提过松山机场迁建，但是为什么蔡政府在执政6年多之后，不管是交通部或者是国防部，从来都没有提过相关的迁建的规划？身为立法员，我们的职责，我们必须尽全力来协调，争取中央的同意。我们当然要把公共利益最大化，我们当然要尽早开始规划。这个讨论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是现在就开始。吴怡农也问王宏伟，家己提出5项具体主张，不过听无对手有倒一寡无认同。对于王宏伟提出核二核三厂沿用，吴怡农也爱王宏伟提出可行方案，佮认为核电厂政策袂当疏忽地方政府的意见。我只要求他提出一个口号之后，给市民朋友一个可行的方案，可以跟党内的侯市长甚至台北市的蒋市长来谈谈他们的想法因为这个不能忽略地方政府的需求以及立场。核2、核3厂的延役，它绝对不是老议题。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国际的能源的问题相关的能源的飞涨还有台湾缺电的问题，当然是线下的一个问题。吴怡农讲，会甲选民解说政见，争取支持，坚持前期选举。王宏伟是骨力走地方行程，重陆战，较无重网络战。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国民年金保费，明年元旦开始的起价，这一个月的投保金额对18282块，起到19761块，大概有271万人会受到影响。也那一般的被保险人，逐个月是会加收144块，国保基金。逐年呢，大概会使增加24亿的保费收入。卫福部表示，根据着今年9月这财务精算结果，无够来负担未来20年的保险给付9593亿，所以对明年元旦开始呢，这保险费率的依法调整做10%，一个月投保金额会起到19761块，比保险人逐个月要加收144块。明年买这节能家电，亲像是冷气、冰箱会当补助3000块，搁再加上减少废物税，一台上侪有5000块的补助。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总共骗30亿的预算，另外也会补助这商业服务业，一案上侪会当补助到500万。立法院已经初审通过，明年初就会开始实行。今年超过10年，老旧家电经济部估算全国有707万台，其中冷气、冰箱占4成。鼓励户龄家电换新的，经济部中开节能家电补助，相关应补助3000，按过民众反应无同。家电也是高消费的用品，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做更换，对啊，所以不会因为有一个补助就去花这个钱。环保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它是需要成本。如果刚好有要买家电的东西的话，那可能就蛮大的诱因。经济部表示，针对主题节能家电总共编列20亿，个别以及零耗冷气电冰箱每台补助3000。经济部另外编列10亿，用在商业合业节能设备补助，包含以及零耗冷气加节能标准 LED 照明产品。相关个案补助有500万，相信明年1月7日上路。我们昨天是经济委员会预算初审通过，会叫立法院大会审查。那通过的话，我们预计是希望明年1月1号就可以施行。另外，财政部个别节能电器退行检定服务税措施，应到明年6月中，卖1级零耗冰箱冷气每台应退税2000块。加上经济部补助相关优惠有5000，有买家电计划民众应搁等一下。经济部表示，节能家电补助有3用完对提早结束，相关细节下礼拜会正式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初备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未来新的建筑物在厝顶拢要按太阳能发电的设备。草案会送到立法院审议，民众是真期待，不过建商是认为讲，这政府爱提供用这种例，若无厝价会反映伫成本，到时阵厝价会搁再起价咯。顺楼梯爬起哩，台北市大安区信义新城社区的厝顶放满太阳能光电板，除了当解决漏水问题，祝福当年也可以当摕到卖电和台电的回馈金。把太阳能跟顶楼的这个防水结合起来，一年的发电量大概是15万度上下。台电它跟我们收购收入大概有100万。政府宣示2020年净零碳排，其中再生能源技术真受注意。行政院初备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未来新建、增建甲改建符合一定条件的建筑物，厝顶应该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设备。如果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一些装置设计进去，在未来就可以避免2次施工，而且可能可以发挥一些中效。比方说，在屋顶上它可以隔热。它的占比到目前为止还超过65%，所以屋顶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有潜力。经济部处长詹文生表示，未来厝顶设置日头光发电设备是属有建物财产，要冻起来卖也是家己用拢会使，都以现有法规来处理。不过建商是讲，政府应该爱有部分用值奖励，若无计出来成本，恐惊会加伫厝价。现实上，很多设置了太阳能的这个设备之后呢，那大楼呢，在1-2年之后呢，就把它废弃不用。政府应该给这个建商小小的一个容积奖励，让他能够拟平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负担。如果瓦数是够多的话，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就是在台湾可能不见得会整栋大家住户都会同意的。
另外，为了推动离岸风电，而且偏向浮动式风机技术，草案删除无超过领海12海里范围的文字。詹文先讲，解除设立范围限制了后，出来就是技术发展的难度。记者综合报道。2022亚少年世界锦标赛伫哥伦比亚举行，东京奥运金牌郭幸存再去挑战59公斤级别5连霸，出来失败，最后是以掠举130公斤，加起来232公斤，摕到2块金牌。近一年中华国际比赛，郭幸存伫世锦赛女子59公斤级比赛，拄到中国较少年的选手罗时丰、卢小敏同有金牌，加拿大的3人，甲地主哥伦比亚凯塞多才会强敌。郭幸存掠举第一摆是100公斤成功，第二摆挑战102公斤，因为手反成绩无算，第三摆佫挑战102公斤成功排第4。比赛到天气，郭幸存第一摆赢116公斤，真轻松；第二摆挑战119公斤，无成功；第三摆将重量提悬到130公斤。成功赢起来，伊用笑容甲用手比爱心感谢观众支持。比赛到即马，只剩中国罗时丰甲哥伦比亚凯塞多要伫第三摆挑战133公斤。罗时丰挑战133公斤无成功，凯塞多成功赢起来。郭幸存挺举金牌，总和232公斤，也收到金牌。郭幸存的教练林敬玲9月伫全国青年杯就表示，这摆世锦赛主要是看对手的状况，无命出压力。面对国际新人愈来愈多，19岁郭幸存虽然无完成5连霸，不过伊完用坚强实力得到2面金牌。记者综合报道。体育运动精英奖今日颁奖，其中最佳男女运动员分别是颁发予柔道选手杨永伟、甲木星选手林旭定摕到。这杨永伟的教练刘文鼎也摕到最佳教练。最佳女运动员奖得奖的是林玉婷。这伫年度封冠拍赢墨西哥的选手来摕到金牌，林旭定伊个对6位唯一的杰出女运动员决赛来胜出。摕下最佳女运动员的奖项，人伫国外伊又一路上届支持妈妈带回领奖。在每次的挫败中，总有贵人相助，让我更多机会能够代表台湾站上世界的竞技舞台。生涯头一摆决选最佳女运动员林旭婷是2020年单练琴了后第2个决选的冠军女将。而单练琴战胜一边行出来，今年得伫泰国公开赛金牌，摕下最佳的运动精神奖。只是单练琴也无伫国内，由快协来台湾领奖。得奖的是杨永伟，恭喜！最佳男运动员由柔道的杨永伟，搁再摕到最佳教练就是杨永伟的教练刘文鼎。这2个人也伫日本接受训练。这1年里改变了很多事情，不过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那一颗最初衷的心。很以他为荣，就是他已经辛苦了很多年，然后一路上其实也没有这么的顺利，就是他做了很多努力，也很热爱柔道这项运动，包括很多人的帮助，才让他今天有这样的成就。国际疫情较例选手会正常出国来比赛甲训练，也有今年的颁奖较冷清。不过摕下最佳运动团队的中华女子球大组队典型发力，最佳新秀运动员得主18岁体操选手曾家良吉甲讲，希望伫精英奖的鼓励下，未来伫国际比赛摕到奖牌，互大家来看到。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航空城计划转面积有4564公顷，其中超过3000公顷是区段征收，这是台湾有史以来上界大的土地征收开发计划。着航空城计划居民也拢开始搬厝，本地有3600人的得位里，到年底可能剩无到500人。外界就讲，这是一个去放消息的日。在地人信仰中心超过100年历史的福海宫大门已经关起来，街路未少的厝也拢无人。原本3600人左右的大园区得为里，因为航空城计划进入实际开发阶段，居民陆续搬走，有估到年底全里只剩无到500人。
所以有人叫这是被消失的你。很伤感，娘家也搬走了，都差不多搬走了。那为什么你没有搬？我没有钱可以买房子。政府安尼无免咯，无干嘛倒。你那有个多少？钱伤少啊，无要多大。你看没有几户了啊，剩下没有几户啊，所以再搬一批出去就差不多没人了啦。有人无奈表示，政府补助太过少，每平9万到10万，根本买不起新厝。市府表示，安置户应依照家己本身的条件选择，先去后线到113年10月底搬走。应选择今年3月或者是12月进前自愿搬走。甲发建部补偿金或者是救济金20%或者是15%，加厝税加搬厝的补助。资源优先搬迁的部分截至目前为止总共有4777栋的建筑物提出申请，那预计达到资源优先搬迁的这个比例大约是71%左右。针对准市长张善政伫选前提出航空城建建，拆迁户补助3大力度，包含促进开发进度，保障拆迁户补助为每点12.2块，调整做14.7块。另外，2024年底搬走的住户，每户加发15%的辅助金。地政局表示，已经在研究当中，担心政府进进会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七股英吉里有一个公车牌啊，叫做320万，外地人是看到雾煞煞。当地老大人讲，这英吉里伫这个所在，古早就叫320万，而且佫甲汉字有牵连，咱做回来看卖。来到台南七股英吉里38线外的车路，就使看到一支公车牌，顶头佫写320万，互人感觉雾煞煞。原来当地就叫做320万。做人讲拢正汉字较济啦，开总共啦，哎呦，还拄啊好，320万条。就去缀安住啊，迄块缀我就去缀啊，我缀320万条，我缀好，就要收钱啊，拄啊做大客楼啊，我即么人口讲安320万，所以汉字在调的啦。讲到这个地名解说，讲法拢无同，毋过同款的是，拢是和正汉字有关系。三个海山街也好啦，迄边皮路保护区啦，包括七股西湖或者安尼国盛灯塔，经过游客伊个做好奇，会落来看一下，甚至会伫遮翕相。也若伫家己当地客运对梅山发车经过家己高飞到云林北港，中文的简写出现金高贝的字，我印着好亲像金高贝，互人感觉真心熟。圣诞歌啦。我听英语耶。金高贝是唱那个圣诞歌吗？它没有走主要的干线，所以2条路线是部分重叠，部分没有重叠，所以我们特别标注，让民众要知道这一条是往北港的方向。另外，台南各地也有真侪趣味的地名，亲像台南进前咸水钓饭店里，东山阁有红仔上天，大多数拢是和当地历史、产业阁地理有关系。也拿公车站的名，台南市公运处表示，这个公车站的名拢是尊重当地地名来设。记者综合报道。宜兰二月王公庙伫故宫三王公圣诞时阵，拢会举办过火仪式。有的信徒是光桥，有的是请金心。这烫车卡行过12000斤烧到红记记的火炭顶头，被消灾解厄求平安。火炭烧到红记记，刷落来也一寡盐，互信徒光神桥、莫神尊烫只脚走过去。宜兰县二甲王公庙找到王公西，举办全国上大的神桥过火仪式，有上百尊神明做伙来到闹热，信徒烫只脚踏过火炭，祈求消灾解厄，来年平安顺遂。我看你脚都黑掉了，很烫吗？还好，会很烫吗？不会。当年王公西举办二甲王公过火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并登录做台湾宗教八景，嘛是宜兰县无形文化资产。信徒打过火炭，规身脚乌密码，不过有盐盐甲白米降温度，所以袂受伤。今年较特别所在是，咱有甲咱的白沙屯妈祖，甲咱的沙屯妈祖，共同来配合。今年的王公庙过火，较特别的是头一摆邀请白沙屯妈祖来参加。扫过了后，王公甲妈祖坐伫神桥顶悬，开放信众软脚脚。
现场庙方冒传1000份的王公妈祖祈安饼，送互民众食平安添福气，互这场地方的宗教盛事会当圆满结束。记者林敬伦宜兰报道。阳明交通大学2020年接受西电社所管的2000多件布地戏文物，也开始进行西电社布地戏文物典藏计划。经过2年时间，对外发表新册甲纪录片传世采流，要互更多人了解这西电社伫台湾布地戏历史内面有重要意义。记录西电社创立30多年以来所经过的时代参背后的辛苦过程，无论是进前较早的布袋戏剧本，也是一身一身古早时代的布袋戏红仔，透过这出纪录片传世采流的呈现，让民众会当进一步了解台湾布袋戏的历史。西田社的一些文物捐给阳明交大，等于也促成我们阳明交大的师生们可以在这个传统的艺术文化里面真的去发扬光大。我看到很多生力军，很多不同的想法，跟我们以前成立西田社的时候，那个注入那个新的生命、新的观念，我看到传统文化会带来一个新的篇章。阳明交通大学希望透过修复、整理，将西电社保存的传统文化资产，用数位化的方式设置平台，让布袋戏文化会当永远保存下来。过去的文化，这些遗产不只是保留传承，我们更希望它透过我们现在新的不管是技术或者一些新的理念，我们让它做更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的发扬。除了纪录片，也有专门记录西电社的册，内底写着布袋戏对台湾文化的重要性，甚至佫利用 AR、VR 将传统甲现代科技结合，让全世界了解台湾的艺术文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在这个影像正普遍的时代，大家敢想过讲用摄影机把咱的记忆或者是思考记录落来进前呢？咱头壳内面的影像是生做什么款？国家摄影文化中心最近邀请5位艺术家，用各种材料创作，要来传达人类回忆甲思考的过程。这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日本人伫台湾所起的燃料工厂，创作者柯家维汇集19个工厂员工的记忆，用影像随机展现伫4D银幕。伊讲记忆所展现出来影像一幕一幕，充满低调甲无确定的感觉。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一个录像作品，但这就好像说我们面对一个遥远的时空，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有点捉摸不定，有点不断在变动的这种状态。那我们每一次想一件事情，可能都会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件作品就有点像是去呈现这样一个有关记忆、回忆这件事情本身的状态国家摄影文化中心举办的造影当代戏剧叙事展览，讨论伫用摄影机也是文字记录落来进前人类大脑回忆甲思考的过程。所展现出来的画面，5位艺术家用各种材料传达因对影像的想法，创作出12项戏剧甲真实透蓝的作品。里面透过录像、摄影，然后动态影像、影像装置这些不同的创作形态，其实他们就回应着影像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影像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影像文化的时代里面，它其实影响着我们的认知，然后我们的存在感。回忆的画面哪真哪假，造影当代戏剧叙事展览，12月初9到明年3月26，伫台北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展出。记者麦尚英、陈宝乐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8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1度，结果未来3天气象。
是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